后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发生伫个新北市三峡的重大的车祸，引发着事故的78岁驾驶，目前已经会当甲目睭擘开，但是也无法度问笔录。警方追查着事故的原因，讲这个行车记录器敢若录着音乐声，驾驶拢无讲话，应该毋是情绪失控才来冲浪。啊，根据着平面媒体报道，讲伊当天有来试路，是试去买薰衣冰。警方嘛伫伊的车顶发现着薰衣冰的包装，而且全部的配料总出来，是毋是哪食冰哪驶车？嘛将做即摆追查的方向。就当上，佮伫咧交互病房的14岁查某囡仔，家属透早赶到病院，陪伴囡仔渡过难关。传出女学生醒起来了后，第二句话是伫咧挂念要赶紧去学校，若无进去就会换教。大早至三峡严重车祸，引起事故的驾驶无减速，冲浪要去到校区路口，造成3个人死去，12个人受伤的悲剧。警察调行车记录器，发现全程敢若音乐配乐的声音，涉嫌的驾驶拢无讲话，敢若毋是情绪失控才冲浪。那我看宜兰的部分也没有。有没有比较积极的这个动作？是看起来是比较平和的，所以我们也看应该是没有。是。来。驾驶目睭已经被禁，同款无法度做笔录。警察干来单位有限的证物找线索，且因为弄甲真热力，玻璃油啊碎片拢喷飞出去。若这包装阿妈嘛正做调查方向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驾驶会苗栗转来台北了后，到三英交流道前往国际一街买薰衣冰，正越大学路佮正越学生路，本正要西环头转来大所在，却偏离轨道冲浪要去到国生街。叫这个敢是哪食冰哪驶车，现怎会向冲浪，会阁继续改调查。早上都会起来钟点走，自信就是糖尿病，踩石头，可是他没有踩错，踩到油门，所以这样。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昨暗时发布新闻稿讲，认定本案是重大公路事故立案调查，会指派主任调查官迈成立专案调查小组，会将真相调查详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